想寵物食得健康又安全，大家挑選寵物食品嘅時候就要小心謹慎，記得光顧信譽良好嘅店鋪或者獸醫診所，優先選擇有專業認證、符合標準嘅品牌同產品。買之前要仔細閱讀包裝上嘅資訊，確保食品適合自己嘅寵物。為寵物揀主食嘅時候，睇清楚包裝有冇標示完整且均衡嘅字眼，確保食品能夠提供寵物所需嘅全部營養。仲要留意食品嘅保質期，唔好一次過買太多，記得依照包裝上嘅指示妥善儲存食品。如果發現食品變質，就要即時停止俾寵物食用。寵物主人可以參考食品嘅餵食說明，或者依照獸醫嘅建議，用適當方式餵寵物。如果選擇寵物食品嘅時候有疑問，可以諮詢獸醫嘅意見，咁就買得安心，寵物就食得開心啦。